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 Jack 啊。咁今日呢條影片咧，我就會分享幾個不同嘅動作啊，咁可以訓練到我哋手部嘅肌肉啊。咁啊，由手腕啦到膊頭嘅位置啦。咁啊，接住落去啦，我就會運用呢條健身帶啦，咁啊去做不同嘅動作啦。咁啊之後啦，我就會示範俾大家睇啦。咁而大家啦，如果有興趣嘅話，都可以攞條健身帶出嚟一齊去做啦。咁第一個想分享嘅動作啊，就係三頭肌訓練啦。咁三頭肌咧就係位於我哋上手臂背面嘅地方啦。咁啊做嘅時候啦，首先將個健身帶啦，咁繞過我哋嘅後頸啦，然之後啦平均分配翻兩邊嘅長度啦。跟住然之後啦，我哋將個雙手啦，咁啊緊握我哋健身帶嘅每一邊啦。咁啊做嘅時候，首先將個手踭屈曲成為90度，然之後啦做嘅時候就用力向下伸直啦，然之後上翻嚟，咁就為之完成咗一下啦。咁啊，接住落去啦，我就會連續示範呢個動作8下。咁如果啊大家都可以嘅話，都可以試下一齊去做啦。咁啊做嘅時候啦，記得伸直條腰啦，同埋啦手踭記得要保持穩定啦。咁啊預備開始咯，1、2、3、4、2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、5、2、3、4、6、2、3、4、7、2、3、4、8、2、3、4個動作就係咁啦。咁第二個想分享嘅動作啦，就係二頭肌嘅訓練啦。咁二頭肌嘅位置咧，即係我哋上手臂嘅地方啦。咁啊，首先做嘅時候啦，我哋將個健身帶啦，咁啊其中嘅中間部分啦，我哋就放低喺地下，然之後用隻腳啦去踩住啦。咁啊，而雙手啦就揸住呢個健身帶末端。做嘅時候啦，起始嘅位置啦，就雙手伸直，然之後啦將健身帶提起去到肩膊嘅位置啦，然之後慢慢放翻低啦。好，咁啊，接住落嚟啦，我就會連續示範8下呢個動作啦。咁大家都可以跟住一齊做啦。好，咁啊，記得啦，都係伸直條腰啦，同埋保持翻個手踭穩定啦。好，預備開始啦！1、2、3、4、2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、5、2、3、4、6、2、3、4、7、2、3、4、8、2、3、4。咁第三個想分享嘅動作就係三角肌訓練啦。咁三角肌咧就係位於我哋膊頭嘅地方啦。咁啊接住落去啦，我就會示範其中一個動作啦，就係叫做前平舉啦。做嘅時候啦，首先我哋將個健身帶啦，咁啊中間啦放喺地下啦，然之後咧用隻腳踩住，咁然之後咧雙手就緊握健身帶嘅末端啦。咁呢一個動作咧就係起始位置啦，雙手垂低，然之後啦抬起，咁啊與肩同高啦，然之後慢慢放翻嚟啦。咁啊就係完成咗呢個動作啦。咁啊接住落去啦，我就會連續示範8次呢個動作啦。咁大家都可以一齊去做啦。咁啊做嘅時候啦，記得啦都係背脊伸直啦，咁眼望前面啦。好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2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、5、2、3、4、6、2、3、4、7、2、3、4、8、2、3、4就係咁樣啦。咁接住落去啦，我就分享一個腕骨肌群嘅一個訓練動作啦。腕骨肌群咧就即係我哋前臂呢一個位置啦。咁啊做嘅時候啦，首先我哋將呢個健身帶啦，咁啊放喺地下啦，然之後踩住，跟住接住落去啦。咁我哋咧嘅手嘅前臂啦，就擺喺呢個大髀啦上面晾住啦。然之後起始位置嘅時候啦，手腕咁啊就會屈曲成為90度啦。手背向上天啦，提起，然之後放翻落去，咁就為之完成咗一下啦。咁接住落去啦，我就會示範8下呢一個動作啦。咁大家都可以一齊做啦。咁啊做嘅時候啦，咁我哋隻左手可以撳一撳住呢一個叫做手臂啦，咁啊穩定翻我哋嘅前臂嘅位置啦。好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2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、5、2、3、4、6、2、3、4、7、2、3、4、8、2、3、4。咁啊啱啱咧就完成咗呢個8下嘅動作啦。咁啊接住落去啦，我哋都可以做翻最後一個動作啦。就我哋做翻一個腕伸肌群啦。咁腕伸肌群啦，就同頭先個動作啦有啲就係相反啦。咁啊即係我哋咧前臂咁啊呢一個位置就腕伸肌群啦。做嘅時候同頭先一樣啦。咁將個健身帶擺喺地下，然之後踩住啦。接住落去啦，
咁今次啦就調翻轉咯喎，咁我哋手心咧就向外面啦，然之後啦手臂啦都係擺喺大髀上面啦。做嘅時候咁就開始嘅時候腳90度屈曲呢個手腕啦，然之後向上提起，然之後落翻去啦，咁就為之完成咗一下啦。咁啊，接住落去我就會連續示範呢個動作8下，咁大家都可以試下一齊跟住去做啦。好，預備開始啦！1、2、3、4、2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、5、2、3、4、6、2、3、4、7、2、3、4、8、2、3、4。咁啊就完成咗呢個動作啦。好啦，咁啱啱咧我就示範咗幾個不同嘅動作啦，可以訓練到我哋手部嘅肌肉啦。咁啊，如果睇緊呢條影片嘅你係一個初者嘅話啦，咁可以啊每一個動作啦都做2至到3組啦，每一組咧都做大約8至到12下啦。咁啊，今次嘅影片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咁啊，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嘅話咧，都可以喺下面度留言啊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